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我是阿明哥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来。观众朋友，这个题目个按到全国的语文比赛嘛？那语文比赛里边有朗读啦、写作啦、演讲啦、词吟诗行啦，还有写诗的比赛。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哦，以这个同样声音呢，你也要量之外喏，参考哈。睇我哋呢全國的客家語嘅詞言詩行地位得到全國的特優係有證獎。我哋今日有請到我來同我哋分享講，伊係用我教聲音嚟開始去比賽嘅，但是同時呢，伊嘛係一個最有名嘅處理師咯。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呢主演好，主泰國人來現場。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縣民埔鄉嘅主演好。其實演行邊個說啦，不是我們會係主泰國，我都是係演行啦。像演行這個本身係處語嘛，嗬。當初都從我讀處語咯。其實講到我哋客家人咧睇現在爸爸媽媽都過傳統，都過注重聲音嘅成就。我哋咩過傳統嘅一個家庭啊，咁佢講我希望我哋嘅聲音咧，下擺做醫生啊，做先生啊，做公務員啊，我哋都讀書嘅時間係唔記得一點用心，一下我哋咪過考教，冇媽會讀書，我哋都高中畢業嘅咩，冇媽會讀書之後去同太現在去耕田，我哋耕嘅兩三年田，高中畢業，耕田過後，發現到也係讀書夠有用哦，都做並前一年嚟去考試，考到分數多幾，拄到有達到個醫生的醫，分數多幾好嘅你之後去填個屏東科技大學，處理呢一個科系。所以你這個其實去讀，我哋要處理是，其實我哋做起處理算嘛係，佢聽說我哋的農家啦，還有我哋的一般，因為其實常常都有人會學做嘅，我哋去學做嘅唔算一個專門嘅行業，有的人都開學個兩三歲，都開學兩三歲做嘅一方面辭職啦，冇個樣嘅。但其實像你去讀處理以後啊，你會發現到講，你這個最擅長嘅係哪部分的一種處理嘅一種工作？因為我哋講處理有嗰種太通複雜、細通複雜，咁你這個喏，你這個擅長哪部分嘅處理？這個處理呢，在學校地位地都會學幾多種，像你田大方第皮嘅，天涯係第做嘅，水稻嘅第抽水嘅，條通物，水產通物。都可以學到，也拼命，包括也生理結構。讀出來過後，每個人興趣無相同。而家大部分人都想去做小通物，但是同大家人講，小通物而家不見得好做。你也可以缺少其他方面，像經濟動物嘅一方面處理師。處理師公司在也有幾多種處理師。你可以做小通物、大通物，給阿伯一條通物的處理師也有，做飼料廠的處理師，做藥廠的處理師，還有做像是公務員公務員的處理師，還有一個重要的把關我們的肉品，然後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一條處理師都規範，咁所以你這個講係公務員處理師，公務員處理師嘅工作係乜呀？公務員處理師大部分的工作都會以動物防疫為主，還有個畜牧場管理兩方面為主。嗰時你等於個以路等於可能講制定法規啦，冇如講長灘嘅議論準數啊法規，然後安尼一啲工作內容係咪？你中央單位你安尼制定法規過後，安尼民眾比如講個冇了解會唔會得？就或者講伊哋設計開個牧場。牧場派牧場登記，聯用判，嗰就前係得。還有講像最近有按到病像禽流感狂犬病一條方面，民眾可能怕冇法度，平常時冇得接觸，咩可能得去做一啲宣傳。嗰度比如真係變個行政面咧，一啲工作啦咁即係像我哋而家講譬如講我哋講毛小孩叫我沒有啦，嗰度其實嗰當然其實佢希望佢想去學，但是我哋嘛希望講，其實唔好去買嗰種我哋講繁殖場，我哋講繁殖出來嗰種叫我沒有嘅東西，我哋希望講用營養。
吼，推天我哋去买一条通物。咁所有部分嘅东西嘛，喺算唔定推广嘅一啲观念係咪？一个算其中一个部分啦。當然係咩嗰種婦幼吼，大家來用營養去代替去個寵物店嘅地度嚟買。因為講你而家嗰度嘅像個收容中心啊，嗰度我幫買咧，嗰度嘅叫嘅，嗰度種一條叫嘅，到最後哦，比方以自生自滅。現在假如講人哋對叫嘅有興趣，想要條叫就做玩版權，建議大家去到個所在去個淘看下看有冇。一方面也可以減少管理員嘅負擔。另一方面，嗰條飼料嗰條也可以不少就分人哋民眾來分擔。去叫嘅基本都有足夠沙，還有晶片，一條冇問題。都是政府嚟管理一條。所有中心叫嘅，已經建立一套規劃制度。嗰時叫有的以前都講，叫我對萬世橋其實唔是啦吼，其實叫我對人都來講嘅話，佢哋歸中心嘅通過，如果喺萬世橋其實唔單獨地條件啊，應該可能我個監察嘅嗰種感覺啦。因為其實吼，以前我哋萬世嘅時候，我想講有其他嗰條項目嘅黃金獵犬啊，好乜東西，但是嗰可惜嘅都講。其實差唔多1年後，你可以看到，其實只歸流行嘅嗰種叫嘅，本意比方嗰啲嘅咁樣講解頭地方，而變成講有啲人佢一陣嘅風潮過以後，佢都唔想唱嘅，都冇興趣嘅。結果我哋都聽外面都可以飲到話你叫嘅。嗰個其實對嗰種人來講嘅話，其實你買一隻通貨來講嘅話，其實我建議講，乾脆去我哋使用上，去定應用一啲。好，其實應用嘛係強好去愛的通貨，但是至少對我哋呢一條流浪通貨來講嘅話，如果有啲好好愛嘅路卡。但是我嘛咁我幾奇怪你講，咁即個就係處理哩，做乜我對推廣客家文化一件事情，我暗有興趣。一個事情你講，因為人哋做處理時吼，你接觸嘅這條已經自治化嘅，吼。作為1-2年嘅處理師免到講應該同我在個進步我本來去想到講，來讀個研究所，可能有哪研究所可以讀。大部分處理師為讀研究所，當然去先設也本科。免到講，我哋聽一啲公務單位吼，已經固定嘅這條模式要再過去精進。其他免到講，可能還有。買種學問可以去本來增加這個自己的學識啦。佢喺度去報名蘋果台嘅碩士班，如如何考到2個研究所，一個本科嘅處理研究所，一個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2個研究所我係得考慮嘅。免到講，一個處理研究所要讀畢業冇咁簡單。你讀一條學生嘅第研究，你應付得來冇？個變到這個要客人咯。最近嘅客家文化，政府有成立客家一個客委會，佢重視一部分，來讀看下是哪，一讀不讀得已，一讀都不得了，有啲哎呦。客家文化原來按程度按好高嗰所段也有興趣，讀下愈來愈也突出心得嘅，突出心得過後，免到講突出來做乜嘅咯？也係我聽到一個學長講嘅一句話，也佢本來影響過程。你讀客家文化突出來，雖然講你這個有本身條路，但是你做乜事情，你這個我們可能最少10年，你當作乜嘅？當作怡情養性，最大10年都會傳承，做傳承，我種我用做假使講現在講這條變起來，去攞去搞生意嚟講客家話，也個係咩新傳師，新傳師係咩會同一條新傳師嘅母語市場去對爭取學生嘅，變成講一定要搶學生冇咁簡單，這個本身有這個條路。我說算了，你兩邊的去搞，我對這個來先試驗看下先啦，
伊吃啊即个也有兴趣，也毋会排斥，佫说安尼伊愈理愈安尼进行到紧安尼。其实伊迄教育部分嘛，你对讲传承客家话部分嘛，但是我哋讲即个喺落通我哋咧客家研究所时间啦吼，一方面毋嘛迄处语嘅本，刚刚你讲，毋知要处语嘅本地啦吼，我喺落通过客家研究所嘛，一拖一有伊嘅形式，咁人论文啥嘛？论文有写严格客家研究，因为公务员处于研究所一定要同本科有关系，唔可以。同本科无关系，要连结嘛。唯一连结，例如面到讲，客家胭脂，也个胭脂同下den处理有关系。我还选一个主题，选一个主题又面到讲，林南部有一个主题嘛。我说基情，青东下den竹田，拄好有个竹田胭脂，有种竹田胭脂当做一个产业去研究。讲到严格，其实听下人南部嘅客家种地方嘅以前听下人差唔多创业啦，有啲拜拜公司一定用严格。严格可能喺因啲语言係係嗰時有個脂肪嘅含量嗰個。嗰種我哋以前我常常會看到講啊，嘅雞肉真係是過皮的過醬，是放落一個過嫩。嗰時第一下我哋咧銀行我同人講，而作為研究地方都係對我們繼續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档节目，我哋咧来自屏东内部嘅厨艺师主任同人讲，以兴样嘅去做厨艺嘅工作，同时伊喺度透过伊啲客家文化设施嘅时候，伊作为伊哋做严格嘅伊啲研究。我想问一下佢从你嘅论文地方，你嘅严格嘅研究你係用样嘅角度去看，用客家文化角度呢，还是用人哋厨艺嘅角度？一篇论文用3方面，也係3種角度去研究。第一個角度我哋本身嘅客家文化，第二個角度都係本科畜牧獸醫處理一方面。第3部分如果係主題就是企業管理，用波特五力分析去研究一個產業。講起講一個嚴格，怎麼會在台灣心目中嚴格佔有多重要的角色？要對兩方面去做探討、去做研究。第一方面就是講，客家人本身也是很習慣食東西。頭擺完世迄擺都學幾多雞咩？雞講出來，迄邊有公有麻呀，麻流來都上亂，公誒流來都比表現太咩？表現太，但是公誒同公誒太出來，會什麼？都會機關都會轉紅，都會打麻咩？公誒同公誒都會上打球誒都會兩敗俱傷。一個時間，老祖宗嘅智慧裏面多誒，養起來，養嘅都會同睾丸拿過後，它的雄性素都唔會再增長，都變成像母性的個性，但是它的身體也係像公雞的一個體型，所以從對幾個變化可以看得出來說，那個養嘅過後有養成功嘛，就體嘅可能也機關有萎縮嘛，個體嘅可能也這個尾翼，有個像馬一種尾翼嘛，這兩大特徵就可以知道說那個養嘅有成功嘛，像養冇成功的話，最雄嘅，就裏面還殘存一點睾丸，殘存一點睾丸，還是一樣會嫁成母雞，不是講把這些公雞的特性拿掉之後，讓它在安穩的環境之下成長，也用它本來是公雞的肉沒過除咩也養給過後，它的肉質會轉變變成母性的那個肉質，它吃起來比母雞還要好吃。同時呢，大部分養嘅可以吸到最強差唔多5日可以食，最慢是1年2年，比方第個慢慢的胎都可以，上多讓它吃一陣。養嘅
它的适合的烟机的年龄大概是在看太细种，细杂的差不多4、5周龄就会好盐的，太杂的差不多8周龄。你那讲盐木好会洗的，就是养给是一个很专门的技术，而且要眼明手快。因为我看过他们烟机师傅，他们进去根本不用看到搞完就可以直接拿出来，非常的高明。那再来就讲到第二部分，刚刚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的客家文化，头摆抽个鸡，抽个安太早，然后过年过节是过3节，然后吃的是摆在没有肚的，安太早可能可以有面子的，他可能会比就比啊，可以有面子摆下过后会拿骨落咩？拿骨也是假使讲迄过年的话，如果喊这个有家太细细骨落来吃饭，有这白斩鸡，剁剁也可以喊到嘛个他们联络感情，同有卡最好的东西，拿来跟祖先拜拜过拜天过，在摆下过后，然后同有卡的东西，然后他可以分享，最好的东西的，他可能是联络感情，平时如果呢同有卡经验所有的太细事情，如果趁日摆加油盐给一个东西，可以分享这一年来的一个心事，如果呢？不是，我前面嘅人提白人哋講人哋鹽嘅有一啲安尼內同嘅一種說明，同時講人哋會不會一啲我哋講智慧嘅來源係安尼啦，因為其實我哋萬歲食到鹽嘅時候，都感覺人安太雜，唔係特別熟嘅還是樣，然後也會肉一個嫩或者其實睇我哋屏東嘅族田都有一群人希望講把我哋嘅鹽嘅重新，也會文化重新去發展過來，因為睇個過程地方有啲人想講鹽嘅嗰種鐵油含脂肪量高，嗰種慢慢的嗰種都冇人做一件事情咧。但是伊就因為講，其實也係我哋客家人文化地方佢重要嘅一部分。嗰種伊就會睇族田，就希望講把鹽嘅文化唔單是保留下來，同時發揚出來，還有講希望講，假如有一日我哋嘅鹽嘅可以從我哋嘅發揮個布列松子，布列松子幾條是留下來嘅，證明講也係布列松子，佢價格可以多錢，因為希望講也俾文化地方可以保留，也俾伊啲經濟嘅伊啲功能嘛可以向我留下來。嗰種頭先你講嘅論文嘅第3部分，唔係講企業化經營，嗰部分你講嘛咯？嗰部分講起美國有個策略大師，叫做波特，伊研究到一個方法，叫做武力分析。乜個武力分析都唔種嘅針對一個產業，你有唔種力量第一檔，第二個你這個本身嘅現有競爭者，第二個你新工業嘅業者，第3部分你替代品的威脅，第4部分你買方。做好嘅，修好嘅，買方的議價能力。第5呢，就會上游就是供應商，比如飼料養料還有給製也得供應商的議價能力。這方面你可以參考講，那方面對企業是自己的利基，對企業的優勢。你了解過後，你可以去切入，你直接講，我利潤提哪？伫啲嘅產業有發展，我講第二講，我喺佢哋無利中間來某個利，我發覺說，一個冇乜利潤嘅樣，次樣都會做嘅，或者武力分析會伫啲一個產業都代是講，目前就對客家鹽嘅還可以生存喎。咁像頭先我哋有講，其實對傳承客家文化一件事情，唔單止係用伊嘅論文來代表對客家文化伊嘅貢獻。其實你這個嘛親身親力親為，這個去搞生意呢，去學我哋講去比賽吃飲食型嘅部分。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可能對吃飲食型嘅比賽可能唔多清楚。你咪同我哋今日同我小姐講，乜嘢係吃飲同吃型嘅比賽啊？一個吃飲吃型如果根據經濟教育部嘅試點嚟做一個規範一條教育部都會制定一個比賽辦法，也比賽辦法都會講，吃飲優先下2集2集到4集嘅客製，客製過後客家製啦，客家製有畫個引號，你獎勵個引號來回答，
好用个罗马拼音来表达。啊，词形哦就多变，也会用刻音来出题目。啊，出题目有没可以用引号？你写个引号，给引号底度诶，用刻字去表达。哎呀，都是要根据他们教育部的这些字典来回答，或者要教育部字典你要多加答数按你考试的时间200题，词形100题，词形也100题，15分钟你要写毕业，不是讲15分钟，考试练的时候基本都无法度写下啦。他们都会30分钟才写下啦。啊，到先书的是改段，15分钟已经游刃有余的，不是那种东西越练越熟。总之都讲词形同词形无共样嘛哈，词形是啥？你等于讲，我哋先出的2个客家诗，然后那底沿用的沿往的引，但是词形你都有相反，好，你等于讲，我有2个引头，但是你写出伊相对的迄万个词形，但是你发现讲，一部分对我来讲嘛，係一個太困難了。如講，因為今家我哋教育部公布我哋客家史地位，有啲位詩形同我哋相嘅無同樣，比如講新橋，好，因為新橋其實我哋咪地講過，差唔多有200吧，好，最尾過咧新創嘅新橋嘅叫中橋嘅橋嘛，但是因為對我哋，因為講我哋漢詩來講嘅話，我哋漢詩常常有時間漢詩。我哋有時唔是翻譯出來用，我哋睇有都自己係乜意思。可是變成我哋客家詩嘅時節，一部分對我嚟講，如果有啲櫃台門嚟講，有時人看到有個漢詩，唔知是唔知有個意思係乜嘅，但是你又馬上要翻譯出有個本音出來嘅時節，其實能用嚟去面對有問題咯。一個漢詩如果講唔在準備嘅當中你都睇有啲咧講。漢詩會乜嘅意思？你在練習的時間變到最後變成一個直覺反應，你直覺反應就馬上可以直接講，乜嘅詩，講詩形部分嘛係啱嘅，係咪？就等於講，我先看到，因為看詩我哋看詩反正睇有啲講用嘅音，譬如講新橋你可能也個意思可能話唔到，但是你念出來時，你可能點乜意思？但是我發現詩形一個難，詩形你講，這個能出2個，可能講羅馬拼音的字，刻字，但是有時也不刻字呢，有時講到諧音字啊，咁其實能用嘅一堆講，也很用，也譬如也2句話，也2隻詩，也很難隻詩呢，因為有時我哋音頭幾多啊，同樣嘅音頭嘅詩幾多啊，因為客家字有幾多像一字多音，或是一音多字，比個例來講像祖先。祖先的祖，阻擋的阻，诅咒的诅，阻止的阻，請問主持人，那咋係2聲，其他都4聲？他們祖先吧，祖先係4聲嘛，還有一個組成，主神，主神係2聲，主神，其他4聲，因為人哋去研究一個學問時間，人哋就底底講，它有一個慣性。看到過後每一個字都去查完之後就會做筆記。看到時候，以後看到類似這種部首且字旁的部首時間，只要有組合那個組的時候，依啥，剩的唔是像全部西啥。我覺得如果我哋以前的考試的嗰種題目的一種關係對那都以後答題的時候如果容易。嗰個其實詩形一部分其實無簡單，因為我哋而家客家嘅我哋講教育部常常在推行我哋客家嘅用詩，嗰種希望講大家人慢慢地對我哋一般嘅口語嘅發揮地位，可以慢慢地變成一啲書寫嘅問題。好，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收看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演行，同人講伊厝嘅伊嘅論文係講我哋客家文化嘅嚴格以外，其實伊嘛把伊聲音咧去訓練到去考我哋咧詩形
吃型也比赛，啊，同时伊的3次外得到几好的成绩。咁我想问一下讲，其实我哋咧语文比赛其实有几多啊？譬如讲朗读啦、演讲啦、写文章啦，其实做乜我专门选诗吟也比赛。迄时阵如来说呢，喺读过小时间学校要请个诗吟的先生，要请5年生，请无6年生毕业未？6年生如在跨个年度无法度的咩请5年生请无，再下一请4年生，要请无，拄可能这教主任如可能会来给同学还做的吃练可能是他母语欣赏的练，发现到一个声音呢，可以做的载体它的音感很强，不是讲如果练可能是你对个课余认真初级的考试一早练，再来也会用心，可以做的实苦，过后练愈慢慢的对这方面一步一步行到一个长途的时间，你体验4年生去比赛，比赛也算是跌破大家眼镜啦。免到4年生都有可能讲，去同5、6年生去竞争啦。我们都讲，这是屏东县第1名呢。这比赛比出来，大概分数都用4年生过少4年生都屏东县第1名的迄种成绩出来，又得到鼓励的咩？又体验，有同些适应的叫我来刚下要来报名好诶，可能是可能倒在是考默个清醒啦，去考嘛唔知原来还偏乡，同音差按多人家迄比赛比嘛，去补习虾米来天数1对1教呢，按定屏东县奈样第按尼教的喏，侬嘛讲唔爱拄唔拄选的，无欣赏有法拄教，无法拄教，要表演呢去表演去，基本一种诗吟的东西，佢算过冷门啦，过冷门啦，无学校无去多欣赏，晓得教变成讲无欣赏无法拄教，变成有眼也给也来教教者教要有教出兴趣的呢，要我的呢，要我的过后嗰时同学来叫我来比赛第1年去考个经验，等于讲伫咧讲进下来，看7秒，看3个月去考试，全国考试，看默个清气，体验考过来伫咧铩羽而归原来有这回事。过体验过后问下来讲，还在考吗？还在比吗？好唔甘样唔甘样，练愈量子爸爸在做笔记，愈可是唔晓得咧，还是讲去查咧教育部字典，查给考题很容易出的，对一扎事按着去衍生，相关字买写下来，就按你得准备联考安尼咩笔记紧做紧读做去结果再比赛，这是有名的，这是有名的呢，给他全国第3名，5年生可以到全国第3名，也无按简单呢，你当时适应呢，谈到得到第3名的时间，会感动我真是拇指跌下来，马上公布这个无几秒钟就走一落尾，拇指在跳出在行进来迄种嘛会感动，他们讲安尼用的过度心，过度苦心，伫咧讲也去行一条路无按简单，就是有时所以呢，难免会遇到挫折，挫折是用去鼓励，骂也坏骂是等于大家用自己的心情也要平静下来，才有办法继续走下一步无法度安尼半途而废，会弄下啦。如5年生如有一摆记录之后6年生6年生就继续再接再厉。当然5年生想要换一个跑道，中间也换个跑道跑道学校派伊去课余朗读课余朗读在乡赛里面还有名呢
可以代表女服乡去参加县赛呢，但是佮遐伊迄天意命，考到身上佮遐同伊指点讲，唔可以天意命，从伊要强用天意命，不如迄再回来，你来吃饮，维持你的全霸纪录，当然有在比啊，太早个来，在比赛一摆，强用呢，比强用成绩出来呢，平农也连续2年都阿连也来得名咧，也个得名过后啥以过度的得到比较多的注目啊，伫咧讲平农也语文季赛谈到阿连2日夜吼，你伫咧讲也听拿奖鼓了咁像我哋在训练过程里面，其实我会发现讲，其实你算一种用会口号的方法来提升你的做一件事情。按这个嘛睇批判的时间，这个嘛学到几多，睇到这个嘛去比赛。我想问一下像我哋咧观众朋友可能唔知讲，像我哋私信私盐的比赛伊迄有分也要强调嘛？有啊，有分强调，有分像四海大平安咩个四线腔都分南北腔。90%相同啊，10%是无相同。无相同的差别都伫个尾有个 IAN、IEN，无 IAD、IED，像法眼啊，南四线法眼，北四线法眼，安尼差别伫遐。嗰所以还是有分南西安同北西安，然后目前我组编啦可是像人哋睇训练的过程地方，你这个头有讲到一个重要地方，你讲，你发现讲细人的严感quite好，像伊个严感quite好，会影响到某个部分咯。严感好，喺摆学语言学过脚啊，尤其喺英文啊。你意思讲，係咪讲，譬如讲我哋咧台上，譬如讲我哋咧四声。如果谈的是讲也係用的音调，还是讲伊低高也总是要用的拼出来？伊伫咧要用拼出来，马上翻音。那种东西你要做翻音，你要抛个东西要多啊。你等于讲你会一直走在前面。嗰個變成講，但係雖然呢，以這個導練師以後，其實一方面伊可能入數嘅國家，入門嘅國家，後來伊也翻譯某個國家。等於講伊後來睇像安尼翻譯的時間，變成伊睇還把考試的時間，一路變成我比配音的翻譯國家，同時你同我講嘛，100題15分鐘，我想下200題15分鐘。係啊，佢等於無乜嘅思考嘅機會。係喲。等於如果用本能翻譯，看到馬上，看到馬上，因為根本。200題15分鐘，算那一題冇到幾秒一天要下出來。6秒鐘6秒鐘要下出來，而且但冇辦法故意檢查嘅東西，等下睇到揚一下，如果叫做嘢。嗰種等於講慢言犯嘅錯誤，那一些位。一些。越有機會出現。係啊。像我哋一擺去年嘅啦，喺比賽，其實我已經要算準備請求嘅，而且胸有成竹，胸要上2種嘅。慢啲啊，因為臨場感很重要。大部分有準備嘅人，100分比對嘅啊，差唔多實力差唔多得95分左右。我到得獎嘅表現差唔多98、99，真厲害。等到嗰個名單一公布過後，咁我講，個表現是按照慢言咯，像我哋。可能平下來迄2種，順賽可能啊，啲組別等下來去報咩？可能一條都在按乜個人才都按位通咯，可能咩喲有量嘅70人歲嘅，個長輩啊，得獎嘅輸得心服口服啊，冇法講，可能面對一種東西啊。活到老學到老啊！你有時嘛，你強用一次行下去，聽講有一個長輩，得獎嘅長輩講考嘅10年嘅咧，喺每年喺準備咧考咧，總算幾年可拿到獎。那考2年天喊走啦，還有機會。因為其實今日嘅節目最問上每個問題都講，因為好多人睇講嘅過程地方，我都發現講，唔係一定佢好去提升人哋去練習俾伊哋爸爸，
有的人我跟我讲，人算钱如何去搞本身上的做一件事情啊，怎么唔會親身下去批判人生人嚟去考試準備一件事情？一個感想吼，如上面都每去那點愛玩這世界，愛命行到主演吼，愛演怎麼按到演吼，如愛出世天意咯，天意愛爸爸看到愛出世過後天意會行算，一出到愛各種眼神，各種眼神那此條路那種冇在行誒，一年中間啊可以看到愛爸爸差唔多3-4擺。一擺啊，差唔多1禮拜，佢係純單方嘅東西，安尼下來當橋，差唔多用人工嘅，無像點解用夾得嘅，伊係會結束嘅，哦，第一我哋成長嘅過程中間，然後咁我係講，是父親的陪伴這一塊啊，哦，面到當然對我哋確定不能再失去這一塊。所以我就覺得說，幹嘛？聽我的品從小就是陪到大，無論伊哋去乜個活動，去做乜個親子活動，做乜個比賽，還有皮都帶。陪伴絕對是有用，絕對是，但陪伴不是監督，陪伴是陪伴他們成長，在他們的一個開始，有一個開始會變到爸爸對佢嘅用心。嗰時也要獎勵嘅，唔單止係講我哋嘅主演行業同埋生意得到睇此行此業嘅一部分嘅努力，同時咪喺獎勵度有睇批判嘅感情。今日感謝我哋演行路都嚟現場同你分享安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下喎，大家聽下你線上嚟運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你今日運動了嗎？請放起來，同永清先生來做運動哦。先生今日教大家的是伸展瑜伽，你準備好了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做運動的哦。現在我們開始來做暖身，將2隻腳打開來，好，我頭拿將來。地上面看，將近幫床，下背看，老人看呢，慢慢地做，揾片老人看。2隻手用個肩條低後背，老人看，低前面，好，一隻手低上面壓高。因為隻手放喺下面，有隻手講有人喺上面綁，一隻手盡量伸出來，好做一個搖晃擺動，來彎片，用個身體來暖身暖起來。更加同嘅腳打開，手打開，來做一個勇士。好，弓箭步，重心移到你的左邊，手伸出，再伸出，好過來，好，更加勇士變化，弓來。拿一個弓箭來射你的頭，
来上个日头，一，伸出，手同腳同時配合，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更加變下來，彎片，兩隻手打開來，好，弓箭步另外一片，做停留，好，伸出，好，更加來，拿弓箭來射太陽咯。放鬆，剛剛這個可以射太陽，過來，腳臀手同時來做配合，親密嘞，放鬆，過來，歸中間，好，兩隻腳合攏來，雙雙指甲，好，伸出，將薯條放高，好，慢慢的，感覺可以發中心，好，曬得動的做腳，腳。伸放來，集中你的注意力，做停留哦。好，慢慢的數過來，起好來，好，來彎片，薯條放高，慢慢的伸長出去，長高再長高。剛嘅重心，曬到嘅右腳，好，嘅腳再伸上來，慢慢地下來，好，兩隻腳再打開來，好，起輕，跳起。一節一節下去，數兩個天來下，不用唔多唔怕，唔都提下都可以嘅，可以嘅人再下去，慢慢的移停圖，動嘅照片，再過來中間。停圖動嘅右片，可以人嘅頭盡量靠近嘅腳趾頭，再過來，身體一節一節放起來，慢慢地放起來，企穩，接下來欣賞愛。老鷹右抱數，好，大咧 X， 好，再彎片，好，後尾嘅耶穌可以人交叉，好，我剛剛嘅手臂被拉到哦，好，腳，好，另外一隻腳。腳位嘅後背，另外咧小腿肚嘅後背，好企好哦。做停留，
我们集中注意力，那我们会晃来晃去哦。4、3、2、1，好，慢慢的起好，过来，平刚的数弯片，做交叉。另外一只脚，脚的你的小腿肚，可以沿路脚，唔可以沿路按你可以。好，你放喺你的另外一边，好，鼓下来，1、2、3、4、5、6、7、8，好，放起来，再摆。看矮数哦，做一个交叉，唔可以沿路按呢，可以沿路慢慢的转，好脚，好鼓下来，1、2、3、4、5、6、7、8。好，放起来，来弯片，他们先上通下做哦。好，看，脚放来，鼓下去，做停留。可以把手在压高，你的手臂会放喺骨度。慢慢的放起来，做一个平衡，训练你的控制能力，身体的控制能力。好，重新压一片，好，移动在这边，慢慢的右脚压放来，再过来，可以做一个缓和，鼓下来，再放起来，压高，再摆，继续调起哦。好，过来，弯片。集中的注意力，好，慢慢的下来，更加强，同个脚低后背，脚放来，好，马上做平衡，数标，过来，鼓下来，缓和。更加来弯片，重心要移好哦，吼。好，你刚刚已经起稳呢，慢慢的再做停留。好，过来，好，两只脚再打开来，你数起。跳起，加上鼓，起起，跳起，起起，放松，再同个身体再放高，像薯条一样，上个骨头高。慢慢的合掌，今日动作学会冇？学会吼，明日如果吞心上通下做运动哦，好好运动，俺能下次能来了。